这是我母校啊，我那个政大传播学院毕业，而且那时候我们是大一、大二还是分系的状况，所以我就是读政大新闻系4年。然后这就是我们平常会生活的地方。传播学院在山上，所以我们常常下课的时候10分钟就要从山下跑到山上，有时候公车等不到的时候就是飞奔。这个是政大传播学院。1993年来到政大的时候，我们大概是大2的时候才有机会到传播学院。传播学院那时候非常的新颖，而且还有一个剧院，对，有一个剧场。那这个边对我来说最大的意义就是我们大3的大学报是在这里实习的，在这里开会，所以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原来记者的生活是这个样子。你看很多的涂鸦。哇，这样看得出来，你们新闻系的真的是压力很大。压力很大，不会啊，就是青春啊，而且觉得好有趣哦。我觉得做新闻的人都稍微自由主义一点，也稍微 liberal， 稍微中间偏左一点。所以大学的时候一定会很喜欢读马克思，读批判传播理论。对，这个是我们大学过的生活，很理想性的。这个是 V8嘛哦，然后这个是我之前在加拿大做访问学人的时候所用的，因为我们那时候开始拍纪录片。从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，因为我们也有派同事到现场，那我自己也有到现场。在现场你会看到一个记者旁边围绕着上百个警察，只要有抗议的人或者是记者在的时候，因为记者是追着抗议的人走，那警察是追着这个记者和抗议的人走，所以常常是场面非常混乱的。那你闻到那些刺鼻的味道，其实真的是会流眼泪。脸浓墙手持烛光，但是在香港大学还有在香港任何地方，你都没有办法公开的悼念64了。我觉得这就是台湾跟现在香港最大的不同，但是还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个差别。大家常会觉得新闻很廉价，可是我觉得其实每一个在新闻工作岗位的人，他都是很认真的在处理事实，所以反而觉得一般读者应该要能够支持好的新闻，因为其实台湾是有很好的新闻的存在的。我觉得台湾的媒体在华文世界里面，整个台湾土壤是很民主自由的，所以媒体虽然百花齐放，但是我相信还是有很多媒体在认真的做调查报道和深度报道。那这个是所有民主的基石，它是让台湾民主社会很多权力者可以被监督的。很期待，就是如果有兴趣从事新闻工作的人，还是相信它是一个很棒的职业，然后愿意投入的一份工作。